今日同你分享嘅呢本書出版咗超過30年，睇過呢本書嘅人200萬計。Google 嘅同事啦，直接將呢本書做藍本，創作咗一個 Google 嘅內部培訓課程。呢本書今日已經變成咗一個小型嘅行業，見證過好多社會同埋科技嘅轉變。Hello， 你好，我係 Shirley， 我係一個企業教練。今日同你分享嘅係 Daniel Goleman 喺1995年出版嘅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緒智能，點解可能比智力重要？情緒智能呢個概念係 Peter Salovey 同埋 John Mayer 所創。Daniel Goleman 當時係一個科學記者。佢睇完呢個概念之後，佢覺得正到不得了，應該同好多人分享同埋將佢發揚光大。喺當時嘅年代，甚至而家嘅年代，有好多人會將成功同埋智力畫上等號。Daniel Goleman 唔能夠認同呢個概念，於是佢將智力擴大，將情緒智能放咗喺智力嘅中心點嗰度，令到情緒智能變成帶住我哋成功嘅動力。我哋一齊嚟睇下，到底情緒智能係乜嘢嘢嚟嘅？喺呢條片嗰度，我哋一齊嚟睇情緒智能必須要知嘅5件事。第一，情緒智能嘅功用；第二，情緒智能係乜嘢嚟嘅；第三，神經可塑性；第四，乜嘢唔係情緒智能；第五，杏仁核同埋前額皮層嘅功用。可能你一直相信升職加薪係因為你夠聰明、夠專業、夠努力、意志力夠強大。其實單靠智力同埋專業技能根本唔能夠足夠帶你去到你想要嘅更高嘅位置嗰度。於是你開始發現，明明做得唔差，但係升職嘅名單永遠都唔係自己。努力咗幾年，位置冇變，人工都冇變，又或者總覺得自己有啲嘢做得唔夠好。如果係咁的話，呢條片講緊嘅係你。有研究指出，情緒智能直接提高績效評分，提高加薪嘅機會。情緒智能每加1分，每年嘅人工就會加港幣大約8000蚊。有另外一個招聘嘅研究發現，70%嘅僱主認為情緒智能比專業技能更加重要。喺一個工作嘅環境裏面，我哋需要團隊嘅合作，1+1等於3，同埋我哋要去面對每日嘅挑戰。喺面試嘅時候呢，僱主會着重嘅招聘要求就會係除咗專業技能之外，仲有就係呢位同事佢能唔能夠情緒壓力管理啦、察言觀色啦、體會到並且做到其他人嘅需要啦、管理關係、自我激勵、察覺自己。而 Microsoft 嘅 CEO Satya Nadella 最近喺一次嘅訪問，佢就講到，佢話 IQ 智力有住佢自己非常重要嘅位置，但係唔係唯一嘅一樣嘢。佢認為，如果一個領導人只有智力而冇情緒智能的話，簡直就係浪費咗智力。你會明白點解一個30年前提出嘅理論，今日喺 AI 年代反而變得更加嘅關鍵。情緒智能唔係一個流行詞，而係一套影響住你職涯走向嘅底層邏輯。
情緒智能經歷咗好多嘅社會同埋科技嘅轉變。對我嚟講，當科技開始取代知識嘅時候，真正拉開距離嘅就係剩低我自己點樣去適應面前嘅環境，點樣管理好自己，然後再去幫助同埋導航我身邊嘅其他人。我哋一齊嚟睇下，到底情緒智能係乜嘢嚟㗎？Daniel Goleman嘅情緒智能系統有4大範疇。第一，察覺自己；第二，管理自己；第三，察覺社交；第四，處理關係。Daniel Goleman 嘅情緒智能有4大範疇，12份嘅能力。第一，察覺自己。察覺自己呢，有3個嘅部分。第一個部分，我能唔能夠知道自己而家嘅感受係啲乜嘢嘢？第二，我知唔知道自己嘅強項同埋弱點？第三，我曉唔曉得點樣去使用我嘅直覺能力，幫自己做最好嘅決定？第二部分呢，就係管理自己。呢度呢，再分2個嘅部分。第一個部分呢，就係我點樣平衡自己嘅情緒。我識唔識得去分辨我嘅正面情緒、負面情緒、破壞性嘅情緒？呢啲嘅情緒全部都冇好同壞嘅分別，佢哋每一個都只係一份資訊，有啲嘢想講畀我聽。我有冇停低去聽一聽呢份嘅情緒同埋佢帶嚟嘅資訊？當我能夠平衡自己嘅時候，我能夠適應面前任何嘅一個轉變。再大嘅轉變，我都能夠好穩定咁樣去經過。因為呢一份嘅穩定啦，帶到畀我嘅係乜嘢咧？就係我嘅工作表現好穩定。當我能夠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就帶我哋去到第2個部分啦。我知唔知道好激勵自己嘅係啲乜嘢嘢？我知唔知道自己好想做到嘅係啲乜嘢嘢？我能唔能夠咧好樂觀啦，同埋好有韌力咁樣向住我要做嘅嘢一路行過去，變成 unstoppable。第3個部分呢，就係社交察覺。喺呢一度咧，Daniel Goleman 特別提到嘅咧，就係同理心。我能唔能夠察覺到別人嘅需要，並且做得到別人嘅需要？呢個係一份同理心。但係 Daniel Goleman 亦都話畀我哋聽，同理心唔係好人，唔係 being nice，同埋同理心唔係對每一個人我哋都要做畀佢哋嘅，我哋係做畀值得嘅人。咁同理心咧，喺我哋個腦袋嗰度咧，嗰件嘅架撐咧，其實咧就係等於企業察覺嘅嗰件工具。當我哋能夠察覺自己、察覺別人嘅時候，我哋都能夠用同一份嘅能力去察覺我哋嘅工作環境。喺呢個工作環境裏邊，甚至我哋嘅家庭環境裏邊，到底有啲乜嘢潛規則啦？
由邊個先至係真正嘅揸 fit 人，邊個先至係話事，到底有啲乜嘢嘢嘅政治因素喺裏邊，我哋都能夠咧去察覺得到。Read the room。第四個部分咧係管理關係嘅部分。喺呢度咧 Daniel Goleman 提到啦，最重要嘅嘢咧就係影響力。影響力係等於影響別人向好嘅能力。當我哋自己能夠做到適應同埋好穩定，面對任何嘅轉變都能夠好保持到水準嘅時候，我哋能夠喺轉變嘅時候，以一個師傅同埋呢一個教練嘅身份去帶領其他人，去導航其他人，去令佢哋咧同我哋一齊向好個方向行過去。智力係一個基因遺傳，情緒智能咧就係可以學得到嘅，只係一系列嘅技巧。當我哋咧去發展呢啲技巧嘅時候咧，我哋行為層面上邊嘅問題自然就會消失咗，然後咧我哋就可以更加好嘅去演繹我哋自己啦，同埋仲未被發掘嘅潛能。情緒智能咧成為咗帶住我哋走向成功同埋實現目標嘅嗰個動力。情緒智能可以學得返嚟呢個想法咧，係基於 neuroplasticity 神經可塑性。我哋嘅腦袋咧，無論我哋諗乜嘢啦、講乜嘢啦、做緊乜嘢啦、專注緊乜嘢嘢啦，其實咧都係可以通過我哋去改變我哋腦袋嘅結構嘅。神經可塑性咧已經有好多好多嘅研究，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好有趣嘅啦，就係喺倫敦揸黑色的士嘅一班司機嘅一個研究。呢啲嘅司機咧，佢哋如果要攞到的士牌的話咧，係必須能夠記得晒倫敦咧25,000條街，同埋每一個街道上邊嘅地標同埋景點。研究發現咧，呢一班揸黑色的士嘅司機嘅腦袋嘅記憶部分咧，比一般人啦都大嘅。咁呢個研究咧，意味住咧就係我哋可以通過自己咧可以去改變我哋嘅腦袋嘅。Daniel Goleman 喺佢本書一開始嘅時候就用咗 Aristotle 咧嘅一段説話。Aristotle 咧話俾我哋知咧，我哋任何人都可以發嬲，其實係好容易嘅。但係咧，如果我哋要嬲正確嘅人，正確嘅程度，喺個正確嘅時候，然後咧有個正確嘅目的，我哋用正確嘅方法去表達，咁就唔容易啦。佢咁講嘅時候，其實係鼓勵住我哋，唔係冇情緒，而係我哋點樣練習到自己能夠喺適當嘅時候去表達到一啲適當嘅情緒，重點係對適當嘅人。Daniel Goleman 呢喺2014年一篇嘅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嘅文章嗰度，特別為我哋去分享乜嘢唔係情緒智能。佢話俾我哋聽咧，情緒智能啦，唔係 being nice，唔係好人，唔係對任何人講嘅嘢，我哋都要作出一個嘅認同。當我哋咁做嘅時候，我哋就會發現自己俾人推嚟推去。同理心亦都唔係
胡亂地使用同理心係好寶貴，於是同理心我哋係用畀適當同埋值得嘅人，所以要選擇性地使用。Daniel Goleman 咧鼓勵我哋咧去學情緒智能嘅時候咧，係一次過咧學識晒4個嘅工具：察覺自己啦，管理自己啦，察覺社交啦，處理關係。於是咧，當我哋面對自己再焦慮嘅情緒嘅時候，我哋可以支援自己、平衡自己、保持自己嘅工作水準。就算我面對緊同人與人之間嘅糾紛嘅時候，我能夠咧支援到自己嗰份要去處理呢啲糾紛嘅時候嘅恐懼啦，不知所措啦，唔知道人哋會有乜嘢嘢嘅反應啦，我支援到自己去處理到糾紛，同埋處理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去到我哋今個星期嘅最後一節，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我哋個杏仁核同埋咧我哋個前額皮層嘅功能。好多時候咧，我哋會聽到有人同我哋講：喂，你好嬲嘅時候咧，深個大呼吸啊！其實原來係有根據嘅。咁如果大家睇返呢一幅圖的話咧，喺個圖嘅中間嗰度咧，有一個叫做 amygdala 嘅地方，杏仁核。杏仁核負責嘅係咩咧？係我哋嘅情緒。呢個咧係我哋人類最遠古嘅腦袋嘅部分。我哋仍然四腳爬爬嘅時候，我哋要逃避野獸可能食咗我哋嘅嗰個時間。咁然後咧喺幅圖嘅左手邊部分咧，你就會見到咧 prefrontal cortex 前額皮層。咁呢個咧係我哋最新嘅腦袋嚟嘅，係我哋嘅 thinking brain 嚟嘅。其實咧就係我哋個腦袋個 CEO 嚟。咁點解人哋話喂，好嬲嘅時候乜嘢都唔好做住，深個大呼吸先？哦，原來咧，當我哋有一份訊息好嬲啊嘅時候咧，喺我哋個杏仁核嗰度嘅時候咧，只需要6秒，1、2、3、4、5、6，就已經行到去我哋個前額皮層嗰度，我哋就會諗啦。唉，無論我幾嬲呢個老闆，我呢張 email 鬧得佢幾啱，查實咧都唔 send 得出去嘅，不如我 save 咗去做 draft 先啦，等一等。其實係呢一個嘅功用。下個星期我哋一齊睇乜嘢係察覺自己。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用的話，請你留個心心俾我，又或者同你身邊嘅人去分享。今個星期我好想同大家一齊去練習。我哋一齊練習，唔係淨係我叫你去練習，係 Shirley 同你一齊去練習。就係當我有感受、有情緒嚟嘅時候，我停一停，我問一問自己：呢個係正面情緒、負面情緒，淨係破壞性情緒？第一。第二，無論有咩情緒嚟到嘅時候，1、2、3、4、5、6，然後先至再決定你要點樣做。